那大个叫 X 的哈，只有不带对个叫。我老公叫大叔送2分进来个。I'm trying to look at the article。啊，你还看英文书啦？我非看英文书啊，我最近是超级通过了。咁你侬在那不是不考上有呢？摆设。我当时蓝色个嘞，一本正经拿的。醉翁之意不在书，在于蝴蝶之间。该这个地方收，该菜个地方菜，该甜个地方甜。我讲喊这个肯定喊吃，后头手吃过，冰罗哈过，侪是4分鲜过。哦，现在你带子一楼一个8号商店，那个侪台湾人的妹子，你啥呢？那种机会不能放弃。美国做啥么子玩？4点钟我总要逛子一圈，像啥4点钟也不待了玩。不然人家现在去吃小妹妈心急得不得了，翻出来。等到之前就回去逛3趟高了，还对个。跟子弹啊，追得了后出机站，回分带了。蒋先生在哪儿啊？这里面1楼。再分门先对待门再宣告回来的。江式茶餐厅，现在员工辣海吃饭，回分22来。4点半，你到了外地等得去吧。现在三妹子担着摘包来点菜。我这给那个地方，你帮我摆一遍，我来算算用多容易。哎呀，用不到手动的的个。对，我带我看看人家一对。我现在还三妹子帮我拍一张18岁个照片。啊。我到来里结婚辰光没一张片了。哎呦，总算还进来噻，妹子你守了门口的呀？哎，这哪能才知道？艺名邓丽君，一进来才让到想吧，90年代的香港。我的上门还是没看。姨夫，我指出来了。我话姨夫。出来了。那个我跟一个上海粉丝来吃公羊的。上个是家子跟女的。猪翅膀来着。小段姐姐的最爱。边浪向一块再海去。我有半张玫瑰鸡嘞。你那是个还这个是这个味道，挂着。三妹子个布老板上来噻，像我有块黄油嘞，对，像10头个当个生出来，现在变成这个。你点再点，那么现在吃不脱中啊？哎，到底不侬俩吃？把米饭我们市场到不来，不能浪费啊！谁不打扮？大会他吧？别回他，不，你放了一点呢，我不来吃么子？侪是退休工资毛得来的，血汗钱，一根也不能浪费。还有一块还要吃。来，打扮还多少啊？我7张啊，你打。妹子手里向拎子一大板打板个么子。现在你换个地方继续吃，1SE 转2SE。你从圆红时代广场穿越到至3趟高，下到3个海里之前带一搭来，一个人也没是荒芜隔水。你现在要去个目的地，就了1顶捡个0号1米。那你现在这些什么子啊？2位，带一下位置。原来这样。他给你带了吃的东西。小的可以坐这边，坐这边。你那里坐了一台？人家坐了个大。不介意吧？坐里面。这刚我们吃那个叫什么蒋先生无老肉猪排，还有青菜和鸡。刚刚吃过饭。刚刚吃过，我就装这个袋子里，你带回家好吧？我们吃得饱的了，再也吃不下了，好不好？你不人家一啊？也已经放好了呀，把它放好的。现在你人家最到人家都脱，那么浪费。哪是够浪费脱了，浪费脱了呀，我吃不来了。